谈一下这场比赛。114分的4分要赢球，尤其是冠军赛，就是今天大家看到是比较不可能的事啊。那我觉得比较可惜，的确，对方在 Hicks 16点42分17篮板，我们的确在防守端上面没有做好准备，这是他们做的准备比我们好的。那只是我就感觉到那个就是超过时间的3分线，真的是一个气势的转折点，让我们有点不知所措。那也不能以那个球就当我们输球的理由。那我们今天的确在攻跟守上面的确有让大家有看到，就是我们进攻上面还是维持我们自己球队这种高得分，可是防守端上面跟对方的身体碰撞，很明显我们没有准备比对方好。那对方的确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跟福原跟领航员有非常多的身体对抗。那这一点我们希望我们经过明天的一些修正，能够在后天做出一些回应。谢谢。状况就是在我们这边看，他灯就是亮了啊，亮了以后，我当下马上跑去跟裁判讲，裁判觉得说他没有去吹判的话就不能吹。如果转播 NBA 那么久的时间，那球你赛你后面只要停下来去跟去看，就可以去判定他有没有。你不能跟我回一句说，我们当下没有想到，即使我们回来了之后，我犯了那个规，你还是可以去回看那个球有没有。你不能跟我说你没有想到，然后那球，所以我们没有讨论，所以就让他进算。那从我们这边看起来，很明显就是一个，反正就是已经时间到了，他才进球了。那我会觉得那球对我们的气势，尤其我们去争取那么久，可是你们却还是这样回我们。那赛后裁判也是说，这是他们很大的缺失什么？我觉得这个冠军赛不能这样玩吧。我会觉得这一点就是联盟啦，我觉得这联盟必须要做一个很好的检讨。那不是说一个对不起，就是这一场比赛我们也付出这么多的努力啊。那如果是因为这个误判，真的是因为这个误判导致我们最后气势掉下去，那我真的不知道我们怎么跟我们付出那么多的努力，或者怎么跟球迷交代。谢谢。飞很久的台湾飞人陈信安。大家好。信安你好，过去身为篮球运动员，退役后现今又成为了球队的总经理，想必篮球与运动对你而言都有非凡的意义。对，那想请教日常生活中运动这件事情是怎么看待，或是有什么样的体认？运动应该是从我小学反正就是可以不用上课，所以基本上都是在运动。从我小学的时候我就开始在运动，那即便到我现在已经离开篮球场10年了，运动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不管当初我是不是职业球员，到我现在已经退役了，到办公室里面做管理的职缺，对我都是一个很重要的生理上跟精神上面的支持。好，就是不论是运动员时期或是退役后使用健身器材进行锻炼时，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转变？我在选手的时候，当然，健身器材对我非常的重要，可以支持我的技术。然后退休之后，我在训练的部分，因为健身我们有分成心肺跟肌耐力，那这2个部分呢，我是会交叉的去训练，因为心肺的部分可以维持我在运动，因为我还是有在继续打球，可以让我的持续力延长。那在重量训练的部分，可以让我的肌力维持我自己，不要因为其实也有点年纪了，就尽量在碰撞的时候不要去受伤。所以我在训练的时候会有很多不同的训练方式，比如说是心肺，然后重训，那或者是有时候我会重训加心肺，那心肺加重训这样的去调整自己的状态。既然像我想请问是，对于健身器材，我们特别希望具备的功能，或是特别在意的地方，或是过去有没有曾经听过意大利健身器材 Technogym 这个品牌？有因为重训一直以来我都有在做训练，在世界各地。那 Technogym 是我一直都知道的品牌。那它除了重量之外，它也不失重训的机能，然后它还有美观。那我觉得这个是从我一开始重训到后来，其实我都会还蛮要求，就比如说，它是有训练到我需要的技术面之外，然后其实大家都知道，重训的时候最喜欢对着镜子开始照，自己帅不帅，壮不壮啊？那我觉得
目前这件事对我是还蛮重要的。其实我的动作是正确的，是平衡的，不然有的时候我们在做训练的时候，没有个人的 personal training 教练在的话，我们是看不到自己的体态正不正确，反而会是造成自己的伤害。那我觉得 Technogym 的其中一个系列就有做到这个我的需求，我觉得非常的棒。像目前那个对 Technogym 的了解，有没有特别吸引你的地方？特别吸引我的地方嘛，因为我知道 Technogym 它有跟奥运合作，然后也提供奥运选手的健身器材，特别是我们这很多的器材都是经过学术研究单位研发出来的。那对我来说，当然我没有在职业球队了，但是我还是会很希望借由这么专业的器材来训练自己，然后让自己可以持续的不一定要进步，但是还是可以维持很漂亮的体态。这个是我很喜欢这个品牌的原因之一的。如果要你推荐一个 Technogym 的器材，你会推荐哪一个？如果小朋友才做选择啊，基本上我是每一个我都选啦。但是以我个人的需求的话，我应该会选这个 Kinesis 的 Personal， 因为就是可以就是看自己训练的状态，重点是就是在正确的动作下，然后来维持自己的训练技巧。然后我们今天有请新安去示范2台器材，对，请各位移步。很像那个 free wedge 的夹胸，然后这个时候就可以把身体的大肌肉练起来，对，然后它这个很棒的是，它虽然是用那个电子式的重力控制，然后它调整重力的方式就在这边，就比如说我们要调整的时候，只要转动后面的这个转盘，它就可以随时用电子式的控制增加，对。但因为我现在退休，我也不能增加太多了哈。对，所以对，大概是这样。然后这个器材我很喜欢的原因是它还有很多不同的模式，比如说它底下还有一个握把，那训练完胸大肌的大肌肉之后，我们就可以去训练比较小的肌肉，比如说像二头的部分。然后这台是比较多功能的，就一样的杠片，只要调动不同的设定，对，它就是多合一的工具的器材。